好灰暗嗰陣。全為亂世打仗，有戰鬥係壞蛋都贏，必須找到心中樂事，少少也算實在好。又要係斧頭圓圓，最尾要罰你識那長大先至諗，現在你只是小孩嗎？若遠看些將來社會逐漸的灰暗，環境污染好嚴重，恢復無期刑事逼。但係那個小魔頭要你每日忍太心，終於得到反效應，能令你開口兼大笑。仲看見那日將會係咁快，地表在世界裏頭似沒有光。但對你這小孩來說，看前途誰能說看？這老頭掂過倒冚柳金，他中招了。那又最美好，更有些 OK，但大部分都那又最美好，你必須就是有點內衝。